最近保安局咧就有好多新嘢啦，包括要推出嘅2019真相解碼，就係話俾大家聽2019黑暴嘅真相。呢個出發點係非常之好嘅，要大家唔好忘記2019我哋受到嘅慘痛教訓，唔好俾一啲咁嘅反中亂港分子咧輕易再繼續滲透同埋再挑起風波。但係保安局局長咧，鄧炳強咧，又係貫徹一貫嘅作風，粉墨登場去拍一條短片。呢條短片仲邀請咗都唔係邀請嘅，我諗係指派啦嚇。保安局副局長卓永熱同埋保安局常務秘書長去拍一條短片。其實呢條短片就冇乜特別意義嘅。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係中意電影、中意出鏡就眾所周知噶，唔係我亂講噶，佢自己親口講過，佢去做警察都係因為受咗成龍電影嘅影響先至去做警察嘅，亦都話自己好中意電影，所以咧亦都去拍阿高志森導演嘅戲裏邊做臨記都試過，咁所以唔係我講噶，佢自己講嘅。咁一直以嚟咧，佢都拍好多戲政府片啦，自己粉墨登場又做警員啊等等。咁咧又得閒咧做下 KOL 啊咁，但係保安局局長其實你邊有咁多時間呢？你嘅時間係咪應該多啲處理你屬下6個部門咧？其實之前我都出過短片勸告過佢噶啦。咁你嘅6個部門事實好多部門都表現都不理想喎，較為理想嘅就係海關啦，咁消防處大家都心照啦。最近又有一個短片，除咗鄧局長自己親身上陣嘅短片之外咧，就有一條懲教處出品，係咪屬於佳片咧？就真係大家見仁見智啦。呢條短片就講緊懲教處好先進、好 update，用咗 AI 嘅科技去作一條短片，片中有4個靚女，不同扮演不同嘅毒品，咁啊講到啲毒品飄飄欲仙。最後當然都係話唔好俾糖衣毒藥影響啦，但係呢條片咧就似乎宣傳毒品嘅好處就多過禁毒喎。咁一出嚟就冇過半日之後就下架啦，之後都死心不息，又再剪完再上都俾人鬧，結果全部下架。咁我惡評如潮，咁懲教署咧都即刻精啦，呢條短片咧就冇申請額外公帑，即係冇申請額外嘅預算，係喺原來嘅公帑批核之下咧去做嘅，都係公帑嚟嘅喎。有冇申請額外公帑都係公帑，所以咧懲教署呢啲咧真係唔講好過講。第一、第二，懲教署本身嘅職能係咩咧？係懲罰同埋教育。呢個我哋叫 correctional 啦，即係由舊時嘅 prison department， 即係監獄處改為懲教處，個目的係咁。但係禁毒係咪你嘅嘢咧？似乎唔係喎。如果你呢條片係海關出嘅、警務處出嘅，或者禁毒處出嘅、禁毒專員出嘅，甚至係新聞處或者教育局出嘅，都合理。懲教處出嘅係咩原因咧？係唔係因為我哋保安局下所有部門都要做啲嘢、做啲表現，所以一定要出咧？咁呢條短片係懲教處處長自己諗出嚟嘅主意，一定係保安局局長同意咧？咁我都想大家了解下呢個問題。咁鄧局長係咪應該出嚟交代一下咧？因為佢咁中意出鏡，咁懲教處醜出國際，係咪鄧局長應該出嚟交代一下咧？定係又係呢啲嘢就鵪鶉唔出聲咧？咁留翻大家去討論啦。好啦，既然鄧局長咁中意電影，我又同大家分享一套電影。嗰套電影叫《秋菊打官司》。呢套電影係由張藝謀導演、鞏俐去主演嘅。鞏俐飾演秋菊，就佢事緣就佢丈夫同一個村長發生爭拗，俾個村長打傷咗。鞏俐咧就為咗個丈夫向村長要討一個說法，即係要佢道歉。但記住，鞏俐嘅目的唔係為錢，唔係為任何嘢，只係為咗公義，要求村長唔能夠以村長身份壓榨、欺壓小市民。村長嘅責任係保護村民，為村民謀福利，唔係以權去欺壓村民。咁村長嘅話，我係村長，當時村長即係地方官咁啦，我點會向一個村民道歉啊？嘅拒絕道歉。咁
秋菊梗係告佢啦。咁當地嘅公安局官官相衛，梗係唔理啦。結果秋菊就去到省公安廳，最後點咧？呢個村長被省公安拘捕係咩咧？係傷人，冇得做個官之餘咧，就兼且革職，同亦仲要受刑責。為咗個面子，最後受到刑責，值唔值得咧？咁秋菊打官司係咪有啲似我咧？當然我唔希望我因為告綠工會而係牽出有另外啲官司風波啦嚇。但係我覺得一個工會啫，有啲人講到同綠工會作對等於同政府宣戰，我又唔同意呢個說法，我亦都唔覺得會係，因為綠工會只係政府一個部門下邊啲工會啫嘛。如果都咁樣等於去同政府對抗，咁以後所有政府部門嘅工會咪可以橫行無忌？好啦，第二有人話政府可能會 back up，我話政府根本唔應該，亦都唔會，我唔相信會，因為如果政府有人用人事、能力、權力去協助綠工會嘅話咧，呢一個就好嚴重啦。我唔覺得特區政府係有咁嘅理由或者有咁嘅立場去支持綠工會，因為綠工會講係我係以災亂港，係話我意圖分化社會，係呢一個好嚴重嘅國安罪嘅指控，所以我一定好似秋菊打官司咁，一定要好一個說法。好啦，喺呢個情形咧，我又講俾大家聽，究竟誹謗係唔係真係淨係民事咧？人問我，答案係唔係。根據誹謗條例第5條，任何人惡意做出一啲誹謗，係有機會刑事罪行，係可以罰款兼坐監嘅。大家睇一睇呢條條例。好啦，到最後，我就想送一首詩牌俾大家。點解我咁講？因為喺呢個過程中咧，我受到好多唔同嘅壓力，包括好友善嘅勸告啦、忠告啦、以和為貴等等。嗱，呢班朋友咧好好，係講緊以和為貴，但係想問，如果呢件事件發生喺身上，你可以點咧？真係啞忍唔出聲，即係等於默認我係以災亂港。對唔住，為我屋企、為我自己、為社會公義，我都做唔到。好啦，有啲人就語帶威脅咁啦，就話：哎，你咁樣，公安會拉你啊乜乜。我亦都唔信喎，因為一個市民行使佢嘅言論自由，行使佢嘅法律保障權利，因為呢個受基本法保障嘅。好，而係會有受到國安無限上綱，我覺得呢個絕對廢話，我亦都唔會相信。咁以後特區政府唔會特登惡意對付我，我又唔覺得會喎，因為特區政府係英明噶嘛。咁隨是誰非，仲有呢件事唔係我撩出嚟噶嘛，唔好搞到係我想搞事同政府作對或者同工會作對，係佢哋搞出嚟嘅，大家唔好本末倒置。至於嗰啲咩恐嚇，甚至有啲人咧借呢件事件嚟攻擊我啊，揾我啲所謂希望揾我啲黑材料，其實唔使講啦，我黑材料好多嘅，甚至有人問我會唔會講粗口，我話會噶，因為我啲粗口仲流利過我啲英文，呢個唔影響我去打官司呢樣嘢嘅。我喺度送一首詩俾大家，呢個係明朝一個好出名嘅丞相忠臣，叫做于謙寫嘅。佢見到石灰生產過程同埋製造過程，就比喻自己。呢首詩叫《石灰吟》，個詩嘅內容就係咁嘅：千錘萬鑿出深山，烈火焚身是等閒。粉身碎骨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間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我都係已經千錘百萬鑿出嚟噶啦。我受過高高低低，見過唔同嘅場面，無論威逼利誘恐嚇，我都見過唔少。我自己事業失敗、成功上市，都高高低低試過，屬於千錘萬鑿噶啦。所以你咩烈火焚身啊、閒言閒語啊、咩網上攻擊啊，我全部都唔驚。我只係需要一樣，我要留翻清白在人間，因為我一生係愛國愛港，我啲仔女都視我為愛國愛港嘅英雄，我太太都視我為英雄，所以我唔可能受一個污名，成世有呢個義災亂港嘅污名。呢個就係我最後嘅結論。我相信如果我呢次成功咧，係凸顯到乜嘢咧？香港係真正有言論自由，香港市民嘅權利係受到法律嘅保障，香港嘅司法係獨立嘅。如果做到嘅話，係話俾世界人聽，
香港一國兩制之下，言論自由、司法獨立完全受保障嘅。多謝大家。